Hello，大家好啊！聽日係2月22號年初六啊，大家有節目未呢？如果冇嘅話，建議你過嚟馬灣一齊玩我哋心靈力量嘅2月22號世界明亮日。聽日嘅節目超級多、超級豐富啊！首先12點開始咧就會有一個大合唱獻唱啦，然之後咧就會有各種各式各樣嘅工作坊嘅，只要咧捐少少錢咧就可以參加工作坊噶啦。咁另外都會有一啲免費嘅漫遊喎。其實馬灣真係一個好人傑地靈啦，能量滿滿嘅地方，所以好建議你哋過嚟行下。其實今次唔使我宣傳都已經會有好多人嚟噶啦，因為咧聽日 Valen 同埋蔡 Sir 都會嚟支持一下。可能 Valen 而家都同我 Miss Alice friend 咗啊，所以咧佢都好支持我哋心靈力量嘅活動。咁仲有我哋嚟緊3點鐘咧就會喺馬灣嗰度有一個對世界嘅祝福活動，呢個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咯。趁新年大家都大吉大利啦，咁高興啦，咁喜慶嘅時候，希望大家可以借住呢個大家都 energy 滿滿嘅時候，可以嚟一齊祝福，過嚟一齊祝福一齊玩啦，到時過嚟揾我啦。好啦，長話短說啦，唔講啦，聽日見啦，拜拜拜拜。